在经华局一年一度选举发表会中，拄啊呈现因持续获得上权加市级来再次欢迎，嘛展示青年人斗立地方创新所出产的米芳粽、水果干，也是气泡酒等等，拢是创造力加改变传统的勇气。都是因应2024年台湾灯会，日前所举办网络票选人气前3名的伴手礼，嘛一一甲民众见面。未来能够应景哦，我们一共在我们台南这边推出了30家的一个伴手礼哈，那最近都已经票选出来了，其中24家是美食哈，然后大概6家是有关生活用品方面的。那这30家伴手礼未来在整个灯会期间都会在现场去做展售。然后我想这30家呢，经过了大概4个月来的大家的一个努力跟网络的票选之后，都能够选出最优质的一个产品哦。希望大家民众明年如果到我们台湾灯会的时候，不要忘了来购买这30款的优质伴手礼。发表会中，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精选青级的市集，要甲民众分享，包括永乐市场由果贩所制作豆花、伫咸水观光美食已经组团3代碗粿，以及天然营养消暑、啉起来个真饱足的百合莲藕粉等等，拢是台南在地吸引力。买正的莲藕粉，伊无刷，你若有无二刷的莲藕粉，你嘛尽量卖买，因为食咧刷伫胃腹肚底落，对咱身体无好。所以阮伫卖莲藕粉是正的，佮对身体非常好，对咱的身体也好。你若准讲有一点点小感冒，如果没有去看医生，你就泡莲藕粉，用一点点盐巴，你要吃喝，像咱咧喝开水安尼的时阵咱会使用一点点糖，下去煮，但是用泡的效果最好，伊会降火气，嘛会对咱的身体拢非常好。透过经华局的辅导，台南的传统市场到今年已经累积到6089粒星，同时核选全国3项第一，包括南台湾唯一的5星夜市，5星名单全国第一，以及3粒星市集的数量全国第一，并持续创下新的纪录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